台南市27到19世纪末嘅300万年，拢係台灣政治、經濟同文化嘅中心。因為歷史演員、經濟改變同自然條件當好，境內名勝古蹟特別多，所以有文化古都嘅好名聲。包括1級古蹟7位、2級古蹟7位、3級古蹟36位，係全國10多個。到台南市，愛尋到同客家有關嘅建築，就係為到西門路巷前永靖年間所起嘅2級古蹟三山國王廟。另外，還有一個同今年年初將落成啟用嘅台南市客家文化會館。以前，台南市嘅客家人捐可做成立嘅同鄉會的，但係有了客家文化會館以後，那個客家團體啊，就改制為台南市客家文化協會。所以個老以前同鄉嘅屬性啊，已經有改變，因為客家團體開始積極嘅加強嘅文化推廣。球場本來只有一班下練習嘅白人，有了客家文化會館一個安闊嘅空間過後，變做大禮拜練團一拜。人哋都講想利用一個沙灘嘅發通來帶動人哋客家鄉親、客家來到一個會館來做一個聯絡感情嘅所在。事實上，台南市嘅客家人口比例當小，只有5萬人，佔6.5%人。同時做起為了融入當地生活，客家係一個唔敢講本人哋嘅名。在呢個客委會啱成立以前，1000多客家人，唔敢講佢係客家人。客家委員會成立以後，啲客家人感覺做一個客家人千公用，所以漸漸嘅將嚟本會嚟講，一個客家同鄉會員嘅人數咪逐漸來增加。台南市嘅客家族群差唔多攏係外來人口，因為體型嘅關係，以南埔客家移民佔多數。最早係閩農同鄉會，所以原始嘅同鄉呢係閩農嘅。不過那邊6隊嘅客家來遷多，所以那邊改制為了嘅6隊客家同鄉會。還有1000多客家人，桃園縣都冇呢，韓國東埔嘅客家人也到咗南埔啦，所以變到晒嶺南客家同鄉會。講到嶺南同鄉會，就算唔得冇講到兩位重要嘅推手新昌會。新昌會係高雄閩農人，30萬年前為咗事業，先撤到台南市落腳打拼。初初我出社會呢，嚟到因緣嘅機會，對高雄來到台南，在一個茶街呢，也係做咗好久嘅咧，有個機會開個朋友識起來過，面對一種從機係，開個來聯盟來合作。新昌會會議，當年到台南市，呢個主要以學路族群為主嘅環境做成立，唔單想發言而通，思念故鄉嘅心情也直接有。我來到台南高鄉呢，也係舉目無親啊，那是zan像講許多物件係相同啊，屬於某個熟悉嘅鄉親啊。後擺這個工作下班後，呢沒咁多講我有一種嘅鄉愁尤其本來感覺最激烈咧，都係過太節嘅時間，你講倍感思親啊，但是一個解除一個鄉愁沒有對象啊。該在當時台南市已經有客家同鄉會，新昌會就積極參與會務，每下還爭取擔任嶺南同鄉會理事長，同聯絡客家鄉親嘅業務，盼解唔困難。慢慢的鄉親介紹鄉親，
大家协拍未来哈，当然俺哋嘅团结，一定会来壮大俺哋嘅社团嘛。也一点俺哋从一开始3种组来成立，当然参加时5种组，都已经一2帮种组。同台南市嘅抗议簽出來係唔啦，接下來青創會將會務拓展到推廣母語。係因為我有個漢聲廣播電台，來去計打合約來推廣我哋嘅客家語言，嚟做節目，我通常會即個花錢去計打契約嘅。你這個關卡是做什麼？手螺絲嗎？手螺絲啊？對。那手螺絲完呢？然後再手壓條。好，應該很熟練了吧？對。到台南市熱心支持推動客家文化嘅人，還有佢王先財。雖然管理工廠當無限，不過講到愛聽少客家同鄉會，王先財仲係無天意計劃。我哋做的話出錢出力啦，出錢出力將我哋客家上線當然講年紀，年紀唔係講你愛他嘅來你會來你有時講當然講出錢都講講個坦白都講我哋出錢他嘅來食下飯啦，來炒料要免不了攏要花錢啦，我哋做的話都盡量去做，沒有問題我哋都再到下一關。出去，那要怎麼講說沒有問題？因為有一種嘅天路都同日本連線，日本雅馬哈連線，以為看有問題咯，比如一路顯示睇應該有差唔多10種左右口語嘅話亦都寫 OK。56歲嘅王先財係屏東竹田人，25年前來到台南市，作為佢創業嘅起點。退伍嘅時節喺高雄日本公司上班。上班以後呢，又被派德國，德國民國73年、74年之間歸來路上這個創業，創業裏面都我哋做行業喺台南波斯合，所以我都先喺台南做貿易公司。王先財講，如果做貿易，主要係因為自家當初並冇乜嘅本錢，因為我哋對象出來完全冇講創業就要背景要財產可以講都講白手起家，白手起家。白手起家唯一的辦法都只有做貿易，因為做貿易唔是嗰度本錢，所以都對做貿易開始對屏東雙北大餅，王先財當3萬，今年也將事業版圖擴展到電子業同汽車零件基礎，目前已經有2間工廠。員工人數也對千座嘅營業公司增加到200個人。我哋做貿易冇得見為了講我有啲見所以都講即個投資做自創業所以講自創業當然用嘅人都過多同貿易冇同樣。作為抗人嘅王先財，當上牽線抗人，只係到台南市，按你嘅想法當難實現。工商嘅觀念當然都我本也係以客人該用到我哋客家人嘅字體啦，但是問題喺台南嘛，傳唔到客家人嘅字體困難。53歲嘅王錫芳，15年前對屏東內部嫁到台南市，本來只係家庭主婦嘅佢，因為安尼嘅日計劃。就同傳承客家文化嘅擔頭開起來。有日阿婆同我講客家東西真好食，意思如果往我哋啲陌生嘅地方傳下去，對嘛？佢說就好像，當然我哋講這是一種不歸路王錫芳同賣客家菜講做不歸路，因為料理本來唔係佢嘅本行，同時來到台南市，亦係競爭激烈嘅美食之都，建立自家嘅特色，那就很簡單。呢啲客家菜上一啲台南市，立足加了餅嘞，閩南話是這樣講，加了餅嘞。但是那個時候我就想說，你還沒
是讲完全是懂来吹，那本来一种便宜呀，我就不服输，客人都个硬頸，都不服输啊，講做誒那不快。就會可能唔認輸嘅精神，黃色坊嘅餐廳經過人外，總算到台南市打出名聲。我幾下出來做事啫，我都有一種英文講，我同人做我一啲冇咁樣，我哋客人咧缺點吼，一堆堆一啲客戶啊，太鹹太油，那不可能在我的餐廳裡面出現，你知道嗎？我的菜哈，我吹，因為我是覺得說，我都咁樣講。我喺台南市唔係做上下菜，唔係做客人，唔係做搶做本客人食。我嘅目的唔係做本客人食，一天每一單人都一個好食。外盤客家菜變做各界族群攏是得接受嘅料理，所以黃色坊做了二道改良。像家鄉嘅鐵山、鐵條豆腐，一般攏係做冷盤，佢係用這個方式來克服台南市民嘅口味。我拿出來賣時就冇人愛食，但人啊冇人食。啊，咪就按好食的東西做嘛冇人愛食。有啲用煎呢有啲用就話改良啲安尼醬汁啊，吼，啲淋落去，佢啱賣清好。10年來，黃色坊嘅餐廳生意越來越好，客家菜到台南市也是得有一定嘅地位。伊等本我反映講，愛菜比喺客家莊食得更好食，啊又比喺客家莊更清香。各行各業嘅客家鄉親，肯定權欠打拼嘅精神，上網做寫生活，也積極推廣客家事務，為本大家看到以客家族群為主嘅台南市客家移民文化嘅特色。